寫了紙條，明天一早要走了。你要走幾多天不太重要，皮結關不了，留空威裝我心跳，但我就也不需機票照，隨意多重，行李箱來隨便找角落容納我，沒有預先訂座，讓你能先包好我寄艙也可，小心去輕放，去來多匆忙，如若將心寄託給我，背對內殼，連誰的都包錯，請把我輕放，縱然只可當你寄艙那一個，下對我與我就請不要亂放。行李箱來隨便找角落容納我，沒有預先